再来看台北市大湖公园甲玉泉公园的两个收水池是雄雄公告10月13开始特别来停业。即马真侪员工是真烦恼讲，恐惊是有欠薪水的问题。咱来体育局是表示讲，这员工薪水的部分会先对厂商的保证金落去扣。 有民众拜四透早来到台北内湖的大湖游泳池要游泳，所予人通知，干那营业到后礼拜10月13就要停业啊，互民众感觉真临时。是礼拜二啦，不是放3天假吗？他回来就说到这个礼拜啊，因为听说是员工薪水没有发啦。 除了大湖游泳池，还有挂泉公园的公有游泳池，也传出新包的厂商最近因为财务管理出问题，所以才会宣布停业。真侪员工拢是临时接到通知，因着惊薪水领袂到。他说我们10月10号就是所谓的明天啦，发薪日，他没有办法发薪水，他只能给你做一个什么？我写欠条给你。 游泳池停业进一步会影响到会员退职的问题，甲劳工的权益。拜四为议员召开协调会，邀请体育局、劳动局来做说明。不过游泳池的厂商却无来到现场，也引起不满。业者竟然传讯息跟体育局说，他们人在桃园，不能过来，今天可以摆烂，开协调会可以不来，以后干脆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厂商都比照办理。 体育局指出，目前先由台北体育局来接手，后续会重新招标，打算在明年4月会有新的厂商来做管理。也若即项员工薪水的部分，体育局表示会先对保证金落去扣。他们做这个出山招商都要有一笔履约保证金，那目前有800万是在体育局的这个账户里面。如果这间厂商他比如说基线员工的薪资，我们会依契约，或者我们再跟法务局询问看看，这个用履约保证金去偿还合不合理？至于说公司现在实际上口袋里有没有钱，这是一回事，但是它实际上就是有800万压在体育局这边，所以我们的立场，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用这笔钱来付。体育局指出，目前已经有103位的消费者来申请会员画卡退钱，也若针对雄雄无头路的员工，未来新的厂商是不是继续请？市府表示也佫需要讨论。记者陈阿轩、林孝凯台北报道。